大家好，我係米迦，今次想同大家講嘅係一樣香港人其實成日聽，但未必知道佢點樣存在過，但係同時又係一路消失緊嘅嘢，而呢樣嘢就係香港製衣業。講起香港製衣，大家第一時間會諗起啲咩嘢呢？大家可能會諗到 Made in Hong Kong 呢4個字，會諗到長沙灣、葵涌、新蒲崗呢啲舊工廠區，會諗到以前好多工廠有好多車女工，有好多貨櫃車出出入入，又或者諗起舊時70-80年代香港工業騰飛嘅想像，又或者可能係喺一啲外國嘅古着店、二手店度突然見到一件寫住 Made in Hong Kong 嘅舊衫，而我諗大家少不免都會有一種好複雜嘅感覺，可能會覺得咦，原來香港以前都真係做過咁多靚衫，咁多名牌衫，原來香港曾經係一個以衣服生產同世界連接嘅地方。但如果我再問落去，一件衫又喺香港做，中間要經過啲乜嘢嘅話，我相信呢啲問題莫講係一般人，就算可能係中意買衫襯衫嘅人都未必答得出。究竟由一張設計圖到變成一件真係着得上身嘅衫，當中要經過啲乜嘢人，要經過啲乜嘢工序先至做得到呢？又有邊啲位置如果冇咗嘅話，成件事就會行唔到落去呢？所謂嘅香港製衣，到今時今日依然都仲未完全消失，靠嘅又係啲乜嘢呢？為咗追求呢個答案，大家都知我哋 Kongner 已經做咗好幾季香港製造，而喺之前嘅 FW25嘅主題亦都係同大家探討緊呢一樣嘢，不過依然覺得可能係太過抽象，大家都未必理解得到。咁所以喺做 FW25嘅期間，我哋亦都同時做咗一個新嘅專題欄目 Narrative， 做咗我哋第一個專題，而就係同大家探討一下喺我哋香港呢個地方同衣服有連結嘅各方人士，了解一下佢哋嘅生活同埋處境係點樣樣，佢哋嘅過去同未來又係點樣。而我係唔想純粹做嗰一種由香港工業黃金年代一路講到衰落收場，因為如果係咁嘅話，大家睇完呢條片都只係會覺得好懷舊，好似只能夠講以前有幾咁勁，今日有幾咁可惜咁。雖然事實上依家就真係冇辦法可以好似當年嗰個規模，但香港製衣業直到今時今日其實都仲未完全歸零嘅，都仲係以一種細咗窄咗但依然真實存在嘅方式留咗落嚟。而我想講嘅正正就係呢一部分。以呢個專題我哋一共做咗12個訪問，而接住落嚟我就會同大家導讀一下。第一部分即係嚟自4個人嘅4篇訪問，呢4篇訪問亦都係同香港製造嘅過去、現在、未來有關。我會透過呢4個人嘅故事去俾大家了解一下，究竟香港製衣業今時今日究竟係點樣存在。呢4個人企咗喺成條製衣生產線上面唔同嘅位置，有啲人就負責將一件衫由冇到有咁樣整出嚟，有啲人就負責喺中間協調，將整件事接住，令到香港製衣呢一樣嘢仍然運轉得起嚟。而有啲人做嘅就係一啲表面上面睇唔到嘅嘢，但冇咗佢成套系統就喐唔到。換句話講，透過呢4個人，我哋就真真正正可以睇到一件衫喺香港究竟係點樣被整出嚟。而一開始，我哋就要從一件衫最初係點樣成型開始講起。如果真係要問一件衫係點樣開始進入製作流程，咁當然就先要起咗個設計先啦。不過喺做好咗個設計之後，其實係唔會直接交俾工廠生產線直接去做。每一件衫真正攞到生產線之前，都必須要經過另一個地方，而呢個地方好多時都唔會好大，甚至可能係會好逼，亦都可能會好亂。但如果少咗佢，後邊所有嘢其實都做唔到，而呢個地方就係板房。所有嘅板房最基本嘅理解就係一件衫第一次真正成型嘅地方。時裝設計師提出咗佢嘅諗法，將設計圖畫咗出嚟之後，件衫係唔會即刻就做到出嚟，因為一件衫上身係點樣，個版型順唔順，個結構可唔可行，啲工序做唔做得到，甚至知道呢件衫嘅成本係幾多，呢啲嘢都冇可能單靠睇設計圖就睇得到，係一定要經過紙樣師傅做咗個紙樣出嚟，再將呢個紙樣做成樣板，到最後我哋先會知道呢件衫係咪真正成立。而將呢個想象化為現實嘅地方就係板房啦。咁所以我哋其中一篇訪問，我哋就揾嚟咗幫我哋做樣板同埋少量做貨嘅板房老細，恒盛製衣嘅黃小姐嚟講一下佢嘅故事。
而當問到佢認為板房喺整個製衣流程入面係一個點樣嘅存在嘅時候，佢就講咗一個好精準嘅形容。佢就話板房其實就等於產房， BB 仔就係喺度出世，就好似我之前咁講，一件衫所有嘢都仲未落到地，甚至都仲未證實到做唔做到出嚟，可能仲停留喺概念階段嗰陣，都話喺板房呢一度第一次被生出嚟。咁所以對於設計師嚟講，佢哋所設計出嚟嘅 BB 仔好多時候就會由板房經由唔同嘅熟手姐姐一手一腳咁生出嚟。而對於黃小姐嚟講，做板房唔淨止係一盤生意咁簡單，因為佢由細到大都幾乎喺呢個製衣世界入面長大。板房入邊嘅每一道工序喺佢細個嗰陣就已經存在喺佢嘅生活入面。黃小姐講到，佢細個就已經開始幫屋企手做衫，去到11、12歲亦都正式加入工場入邊做嘢。再之後亦都一路咁樣做落去，做過車位，帶過大組，睇過板房，亦都做過跟單，兜兜轉轉咁多年，到最後亦都翻到嚟板房呢個位置。因此當黃小姐講出咗板房就係產房嘅時候，就係一個真正喺呢個行業入面打滾咗幾十年嘅人對呢個崗位真實嘅理解。咁所以點樣將想象化為真實，呢個就係黃小姐每一日都要面對嘅現實。亦都因為咁樣，板房同時係一個壓力高度集中嘅地方，所有嘢都要快，都唔可以錯，都要喺有限嘅時間入面做出嚟。仲記得我哋去訪問黃小姐嗰日，佢其中一隻手指仲包紮住，連線都仲未拆，但係佢個人就已經坐翻喺工作崗位上面。細問之下就知道，原來佢之前就俾個打扭機整親，醫生都話佢算好彩噶啦，因為差少少可能就連隻手指都保唔住。但係黃小姐講呢件事嘅時候，個語氣好平淡嘅，好似都唔係啲咩大不了嘅事。而正正就因為佢講得咁平淡，你反而會更加清楚咁感受到，可能對於佢哋嚟講，呢啲意外其實係佢哋嘅世界入面隨時需要承擔嘅風險。雖然黃小姐之後都講到做嘢最緊要就係小心，但佢亦都話小心其實係最難做得到，因為一心急想做快些少就最容易出事噶啦。但唔急又唔得，而呢個就係板房嘅處境，每件事都要做得精準，但咁樣少不免就會做得慢。但當後邊係有人等緊你，當啲客係有期要追，當啲版係有嘢要改嘅時候，所有嘢堆埋一齊，咁你又點樣可以真係慢慢咁做呢？咁所以好多時候佢哋都係要不停咁追趕時間進度，又同時唔容許出錯，而呢一種快與準之間嘅拉扯，基本上就係要硬食噶啦。咁所以呢個就係黃小姐一生嘅經歷入面嘅其中一個縮影。黃小姐可以話係一路見證住香港製衣業一路由盛轉衰嘅目擊者。佢話自己10歲8歲嗰陣就已經要幫屋企手做啲下欄嘢，74至75年大約11、12歲嗰陣就正式喺工場度做嘢。可以話佢嘅童年就喺呢個工業入面度過。佢亦都好坦白咁講，當時自己係被逼做，所以細個就已經唔中意呢一行。但係屋企做呢一行，自己就只係識得做呢一行，唔做呢一樣嘢，係當時又可以做啲乜嘢呢？黃小姐呢個分享其實都講出咗呢啲行業從來都唔係由浪漫想象構成，甚至乎最初支撐起香港製衣業嘅，可能從來都唔係靠一大堆有理想有使命嘅人，好多時反而只係因為一種再普通不過，甚至帶住少少無奈嘅勞動現實。之後大個咗，黃小姐就去到青山道嗰邊嘅廠度做，當時嘅長沙灣一帶榮吉工業大廈、香港製衣業中心，甚至唔少工廈，大部分樓層都係做製衣嘅。你行入去，一層接一層都係工廠，一層接一層都係工場，一棟接一棟都係廠房。佢甚至話香港製衣業最蓬勃嗰陣，幾乎每家每戶都有1、2個人係做車衫嘅。咁即係話當時製衣業係真係滲透到日常生活入面，工廠係好多人嘅工作場所，所衍生出嚟嘅工作亦都係好多家庭嘅收入來源，係當時好多香港人都要面對嘅生活。可以話喺嗰個年代，香港之所以效率咁高、轉速咁快，其中一部分就係歸功於呢一種極大量、極密集嘅勞動。不過喺咁高度發展嘅工業之下，香港製衣業後來又點解會慢慢退場嘅呢？黃小姐就話：80年代尾90年代頭嘅時候，香港其實已經開始冇工廠噶啦。咁當然唔係話一夜之間就全部蒸發晒啦，而係啲工廠就已經開始慢慢北上。主要就係因為上面人工平、地又平、空間又大，而香港呢邊嘅人工、租金同開支全部都高好多。
咁當整個行業本身又係靠住大量生產趕貨嚟壓低成本咁運作，你好難唔向成本最低嘅地方遷移。然而香港製衣業並唔係咁就即時死亡，中間曾經經歷過一段好微妙，甚至有少少名義上維持住嘅時期。黃小姐提到，當年香港仲有配額制度，而呢個制度係好重要嘅，因為佢令到 Made in Hong Kong 呢幾個字喺一段時間入面都仲有實際用途。即使越嚟越多實際生產搬到上大陸度做，香港呢一邊都仲會保留某啲名義、某啲程序，甚至某啲最後嘅加工，令到件貨都仲可以掛住 Made in Hong Kong 呢個名義出埠。去到90年代初，好多所謂嘅香港製造其實都已經好接近名存實亡，好多貨主要都喺大陸做好，運到香港，然後再車個 Made in Hong Kong 上去，亦都只係坊間俗稱嘅洗產地。直至去到中國加入世貿，咁呢種洗產地就冇晒存在價值，就自然同香港製造呢個名一齊消失國際嘅視野。咁如果當時我真係好硬頸，唔想跟住北上呢？黃小姐就話，其實當工廠開始北上嗰陣，原本喺香港嘅工場亦都會一路收窄，就好似你唔肯跟住北上，差唔多就已經係半淘汰。因為製衣業係一條生產線嚟，當啲工序搬走晒，香港本身都唔再有完整嘅生產線嗰陣，你原本識做嘅嗰套嘢喺冇咗整個系統加持之下，就會完全失去價值。咁你個才能就失去咗可以承載嘅地方。黃小姐之後嘅生涯都係咁，例如佢去到某間喺荃灣嘅製衣公司度幫佢哋睇板房，但睇睇下公司又突然之間話要北上去大連。嗰陣黃小姐個仔啱啱出世，為咗照顧個仔，佢就冇跟埋公司一齊北上。之後等啲仔女大個啲，佢又再入翻行車翻板，然後亦都再做跟單，一做就做咗13年。後來因為一單品質監管問題嘅事故，令到佢萌生去意，亦都下啟咗佢創立恒盛嘅契機。話說佢喺舊公司嗰陣就有一個加拿大客，每季要開發過百個樣板。舊公司嫌呢個加拿大客太細，淨係肯做30款，剩翻嘅70款就冇人接。對方嘅跟單同設計師就問黃小姐，問佢有冇辦法可以揾到廠做。於是佢係喺中間接翻條線，恒盛就係咁樣順勢成立啦。個名甚至直接用翻佢阿爸以前間廠嘅名。再之後，原本合作嘅板房老闆準備退休，本來呢條線又準備斷噶啦，但到最後黃小姐就連間板房都接埋手嚟做。而當我哋問到點解黃小姐明明都可以開始享清福嘅時候，都仲要接一間板房翻嚟做，黃小姐當時俾我哋答案亦都好直接，就係唔捨得。佢話可以唔落閘就唔好落閘，因為佢知道只要呢度一落咗閘，呢度閘就永遠再唔會被打開。黃小姐嘅故事表面上係講緊一間板房嘅運作，但實際上係講緊一整套生活方式，甚至係一整段香港曾經存在過嘅工業口述史。佢當然好清楚，可能做到最後，香港製衣業都唔會復興得到。但佢嘅堅持就係想話俾其他人知，只要呢度仲有燈，仲有車衣機聲，即係代表仲有人做板，仲有人識車板。咁至少喺呢個城市入面，有啲嘢都唔會完全消失咗。黃小姐守住嘅係一件衫點樣由一份圖變成一個版，但一件衫就算起咗樣做咗版，後邊仲有好多嘢都仲未發生。客點樣落單，邊啲做先，邊啲做後，又或者點樣配合生產，點樣協調呢啲嘢，都係唔會自然就發生噶嘛。中間總有人要喺度安排同埋接洽，而喺工廠入邊做呢種工作嘅，往往就係 merchandiser， 亦即係平時大家講嘅跟單。而我哋其中一篇訪問嘅主角就係我哋合作嘅廠裕豐時裝有限公司入面跟開我哋單嘅 merchandiser Ada。 Ada 喺裕豐入面做咗好多年，多到連佢自己都笑話，不如用一個 N 字代替。當我哋問到佢會點樣形容自己喺工廠入邊嘅位置，佢就好快講咗聯絡2個字，然後再補多一句就係橋樑。呢4個字亦都好精準咁解釋咗跟單嘅工作。跟單要做嘅就係企喺好多條線嘅中間，將啲本來唔會自動對接得到嘅嘢，一樣一樣咁接翻埋一齊。客同工廠之間要接通，老細同車間之間要接通，板房同生產線中間都有人要睇住。
呢啲嘢好多時都唔會由老細直接問，亦都唔會由工人直接講，所以中間就需要一個人將天南地北、上邊、下邊、出邊同埋入面嘅嘢接翻埋一齊，而呢個就係跟單嘅工作。所以講到尾，工廠都唔係一部機器，係唔會有嗰種你 set 好晒所有程序之後，佢就會自動識喐。裏邊每一個部分都係佢自己要做嘅嘢，同埋佢自己嘅節奏。而出邊嘅客亦都會有佢哋嘅要求，每一個人都會覺得佢哋諗嘅嘢係最重要。但廠又唔可能將所有嘢都排喺第一位咁做，咁所以去到最後，跟單就要做埋時間管理同埋期望管理嘅工作。例如 Ada 都講到，工廠入面最麻煩嘅從來都唔係冇嘢做，而係太多事情同一時間逼埋嚟，客急板房急，但車間手上面嘅工作又可能已經滿晒。但如果每一邊都只係不停咁話自己急，而冇一個人喺中間排翻個先後次序嘅話，咁成件事就會好亂。咁所以可以話，跟單最核心嘅能力，其實就係一種將混亂狀況重新整理嘅能力。邊啲要即時處理，邊啲可以遲半步，邊啲要先問清楚，邊啲未輪到就唔喐住。呢啲都唔係制度可以自己做到自動幫你做決定，而係要靠人用經驗去判斷。對客亦都係一樣，客同一時間可以有好多要求掉落嚟，但係工廠始終有佢嘅容量，唔可能話你今日講5樣，聽日5樣都會一齊喐。於是跟單就要先將客嘅要求拆開，睇清楚依家工廠入邊最實際係需要處理啲咩嘢，然後再慢慢排翻個次序出嚟。正正就係因為有跟單喺中間做整理，一張單先至唔會淨係停留喺 email 入面，而係真係有機會行入工場。不過相比黃小姐， Ada 就話自己入行其實都冇乜嘢故事，純粹就係無啦啦有個同學約佢一齊去毛衫廠見工，結果2個人都俾人請咗，但個同學就去咗生產部，而佢自己就俾人派咗去 merchandising 嗰邊，於是就一路做到今時今日。入行經歷雖然偶然，但咁樣唔代表佢對自己做嘅嘢係冇感覺嘅。Ada 就話其實自己一直都好中意睇衫，亦都好中意睇一樣嘢由冇變有嘅過程。佢話當自己去旅行去到英國、日本之類嘅地方，見到原來自己跟過嘅衫真係放喺架上面嘅時候，佢就會有一種由心而發嘅滿足感。呢種滿足感其實好簡單，但亦都好實在，因為對於跟單嚟講，日常做嘅嘢好多時都係文件、溝通、排期、追版、改嘢，外人未必一眼睇到佢哋做緊啲乜，但當到最後件衫真係做咗出嚟，甚至有人着上身，可能先會忽然感覺到，原來自己一直做緊嗰一堆好似好瑣碎嘅事，最後真係指向咗一件完整存在嘅物件。而當我哋問到 Ada 做咗咁多年，有冇覺得依家嘅客同以前唔同嗰陣，佢就好直接咁講話，冇講話唔同啊，係連成個合作邏輯都變咗。例如佢講到以前廠接好多嘅都係海外大品牌，可能大家會以為大品牌制度完善，做嘢應該清楚分明啲，但某程度上面就因為佢哋太大啦，牽涉嘅人太多，反而令到成件事變得更加麻煩。明明 lead time 可能只係得3個月，但對方內部有太多部門一齊喐，呢邊改少少，嗰邊改少少，最後時間唔夠嘅話，壓力又會全部落翻去工廠度。相比之下，依家某程度上面壓力係細咗，尤其係佢哋好多單都已經唔再係以前嗰一種出口大單，唔會再有咁緊迫嘅船期、飛機期。不過呢種輕鬆其實都好有限，因為麻煩只係由一種形式轉去另一種形式。今時今日嘅麻煩可能就係本身個客未必做開製衣，又或者有啲人本來只不過係開餐廳或者做其他生意，只係忽然之間想做衫，於是跟單要做嘅就唔淨係運行一套已經好完整嘅開發流程，而甚至要由簡報開始，一路陪住對方問落去、解釋落去，即係話以前接觸開嘅幾乎都係行內人，佢哋喺板單上邊已經將所有嘢寫得清清楚楚，但依家可能就係對方就只係淨係會掉一段文字過嚟，或者要做到某啲感覺或者某啲效果，至於用啲咩布、點樣做、邊啲程序會棘、minimum可以去到幾多，呢啲全部都要由工廠呢一邊幫佢哋諗埋。而呢個變化其實都同香港製衣業今日剩翻啲咩單有關。Ada 亦都坦言，越簡單嘅款就越輪唔到香港廠做，因為一件基本款，一旦客人最先睇嘅係價錢，香港廠就好難有得鬥。咁所以今日仲留得低喺香港做嘅，往往都係一啲要求高、細節多，其他地方都未必咁容易接得到嘅款。
不過呢度又會有另一個問題，就係當香港走到呢一步，原本支撐呢啲較高要求款式嘅配套，又未必仲可以完整咁留翻喺香港做，就好似車花啊、印花啊、釘珠或者某啲特別嘅工藝，早就放晒上大陸做咁滯。即係話，就算只要件衫仍然都想香港做到好，只要個客想要嘅效果，啱啱涉及到某啲本地冇咁容易做得到嘅工序，成件事又突然之間就會接唔上。所以跟單依家有另一個好重要嘅工作，就係要幫對方諗埋替代方案，即係可能係原本做得到嘅嘢，喺今時今日做落已經唔太實際，又或者係達唔到人哋最低嘅產量要求，又或者係成本太高，於是Ada 好多時都唔係一開始就應承啲客話做得到，而係先停一停，諗下會唔會有啲咩 alternative 可以做得到。咁既然香港好多嘢都咁貴，配套又好似冇乜，咁點解依然都仲會有外國客揀喺香港做衫？ Ada 就話香港其中最實際嘅優勢就係我哋自己本身。對於外國客嚟講，香港始終係容易溝通啲，佢掟個 email 過嚟，希望你唔使佢解釋太多，就已經明白佢想要啲乜，而件事又做得啱，又跟得實。尤其係啲出口海外嘅貨，一旦出到去，有時就冇得翻轉頭。咁所以香港呢一邊一直都俾到穩陣呢個印象俾人，啲貨查清楚先出口，啲嘢會盡量講到清楚晒先做，唔會亂嚟。咁所以對於某啲客嚟講，呢種穩定同埋安心本身就好有價值。Ada 提醒咗我哋，一件衫喺香港做得成，唔只係靠技術，亦都係靠一種好細緻、好瑣碎，但又好關鍵嘅勞動協調。跟單就係守住咗喺成件衫成型之後，中間嗰一大段靠溝通交流係點樣夾翻埋一齊而唔會散。而喺了解完跟單要做嘅嘢之後，我哋就要將件衫放翻入生產線。咁亦都即係我哋要講嘅就係一間製衣廠係點樣運作。而呢樣嘢就會去到我哋第三位主角，亦都即係我哋其中一篇訪問嘅受訪者裕豐嘅負責人易方身上。而要講到易方嘅經歷，我哋就要從裕豐本身開始講起。同其他近年先出現主打香港製造概念嘅小型工場唔同嘅係，裕豐嘅存在本身就係一個好典型嘅香港製衣工業發展史嘅縮影。易方話佢爸爸係由大陸嚟到香港嘅，一開始就係做棉紗買賣先嘅，之後就因為開始熟布廠嘅嘢，就開始做布廠啦。之後就一路延伸到去織布、染布，最後就喺1969年成立製衣廠。咁所以裕豐嘅發展路線同做衫係一樣，由紗到布，再由布一路延伸到去成衣嘅過程。咁亦都即係代表香港以前嘅工業世界唔係零零碎碎嘅存在，而係一整條生產線，從紗到布到衫，全部都喺晒香港做晒。裕豐當年最主打嘅就係針織，而早年做嘅全部都係出口嘢，主力做嘅係英國市場，做一啲年輕人嘅街頭服飾，量大款少，同大家今日講嘅香港製造嗰陣成日諗到嘅小批量本地生產係截然不同嘅世界。嗰個年代一張單落嚟係真係講緊係以1000打1000打咁計，而去到生意再大啲，香港嘅土地供應又難搞，人工又貴，工廠就自然要一路延伸開去大陸開廠，去澳門開廠，甚至喺香港本地嘅唔同區域亦都開唔同嘅細廠。裕豐咁樣做就係想吸納唔同地區嘅工人，而工廠唔淨係因為生意興隆大咗所以揾擴張，而當你一旦要交咁大粒貨，要食咁大個量嘅時候，就自然要四周圍咁揾人去補翻條線。只要講到易方當年係點樣會翻去接手爸爸嘅生意，佢就話純粹就因為爸爸想有個自己人喺公司，因為一間廠做到咁大，中間就自然會有好多走漏嘢，訂單可以批咗俾外人做，加工可以轉去出邊做，中間自然就有好多公司未必想見到，但係其實一直流失緊嘅嘢。於是爸爸就叫咗易方翻去，某程度上唔係為咗交棒，而係想揾個自己人翻去，將自己原本冇辦法睇清楚嘅位置睇清楚先。而講到工廠最核心嘅位，易方就話製衣從來都唔係一種單一工序嘅工作，而係講緊一整條線能唔能夠順利接上。因為可能行外人會覺得做衫最緊要咪車工好，又或者手勢好，但喺易方嘅角度嚟睇，其實廠入邊每一個部分都好重要，唔能夠淨係只係得其中一格好，又或者係你車位叻，但係後整塞住咗又係冇用嘅。工廠真正難嘅係整條生產線有冇人睇住，又有冇人知邊啲部分有冇出事。
而呢個經驗就係從佢一返到裕豐嗰陣就開始累積，因為當時可以話係裕豐最輝煌嘅年代。怡芳話佢自己啱啱返公司幫手嗰陣，應該就係工廠最輝煌嘅時期，真係可以忙到每晚都加班，年尾甚至要通宵添。最高峰時期，如果連埋澳門廠嘅話，裕豐係有成700人一齊喺度做嘢，但係板房就已經可能有10幾個人，因為做板都做唔切。聽到呢啲數字，就知道呢個已經完全唔係一個單靠個別高手就可以撐得住嘅世界，而係要靠一整套高密度分工系統。而喺嗰個年代嘅車間制度，亦都好能夠反映呢一種邏輯。怡芳就話，以前做大貨係分科制度，即係一件衫唔會由一個人由頭做到尾，而要拆成好多部，有人淨係車領，有人淨係車袖，有人淨係會車袋。每個工人長期都只係會做自己最熟嘅嗰一部分，做得越快就賺得越多。有啲工人係計件工，起貨越快收入就越高。所以成個制度唔單止係為咗工廠效率，而亦都為咗工人嘅收入。你要留住啲熟手嘅話，就一定要令到佢哋都賺到錢。所以呢套分科制度其實正正代表住香港製衣業曾經係一個高度工業化嘅系統。不過同一時間，呢套制度其實一個好明顯嘅前提，就係單量一定要夠大，因為工人按件計，你件衫太難，要幾日先做得起一件嘅話，工人係賺唔到錢嘅，佢就會走。而你間廠冇得 OT， 工人亦都可能唔會想跟你。咁所以成套分科、件工、流水式制度背後，其實係靠住出口市場嗰啲大單量先至撐得起。而呢一個位一散嘅話，整個制度就會開始做唔到落去。而呢個亦都係點解香港製衣業會盛極而衰嘅其中一個原因。之後當大陸越嚟越開放，工廠越嚟越多，價錢嚟講香港廠一定鬥唔過。原本裕豐做開嘅嗰啲街牌、大貨、低價嘅路線，好快就唔夠人鬥，所以工廠就要開始被迫轉型，只能夠做一啲更加高價、更加複雜、數量更加細嘅款。時勢逼人，你唔轉根本就冇得留低。到後來，美國品牌嗰一套查廠制度就越嚟越嚴，工廠每年都要俾查廠費，長期維持一整套規格。再加上後嚟喺香港做嘅貨，去到美國市場都會俾人寫成 Made in China。香港原本都仲有啲位置係靠我喺香港做嚟維持，但去到呢一個位又再度被削弱。咁所以去到呢度你就會明白，怡芳講工廠嗰陣，重心一直都唔係講緊某一張單，而係講緊一整條生產線同埋整個系統。因為佢真係一路睇住呢個系統係點樣由一個以量為主嘅出口機器，慢慢被擠壓成一個靠經驗、品質同高要求細單先至能夠勉強維持得住嘅存在。工廠之所以仲開得成，就係因為有人願意守住呢一條越縮越細嘅生產線。不過相比市場，對於廠房嚟講，最殘酷嘅問題始終都係人手。怡芳講到，而家佢哋面對最難嘅問題就係請唔到人。以前佢哋請唔到人都仲可以起碼請個新人翻嚟慢慢教，而以前只要你肯教，對方好多時都會肯學，因為真係想入行做呢一樣嘢。但今時今日就冇呢回事啦。即使製衣業訓練局有課程，怡芳都直接打個電話去問有冇人想過嚟翻工都好，結果都係無人問津。即係話依家廠面對嘅問題已經唔係有冇人教，而係根本冇人想入呢一行。咁所以理論上就算嗰件工藝仲存在，嗰啲設備都仲喺度都好，但當啲紙樣師傅、車間姐姐同埋裁床師傅漸漸推落嚟，成條線就會因為冇人承接而一下子斷晒。怡芳就講到，裕豐依家廠入邊最後生嘅姐姐都已經6字頭啦，即係話依家留低嘅嗰批人根本唔係未來，而只不過係最後一批仍然記得呢啲嘢係點樣做嘅人。嗰班叔叔嬸嬸其實係可以隨時退休嘅，因為屋企早已經唔使等佢哋養，只不過就係想揾啲細藝做下，所以先仲喺度做。所以當我哋問到怡芳既然係咁，點解幾乎要貼錢都仲想守住間廠？怡芳就話最主要嘅原因都係因為帶佢入嚟呢行嘅爸爸。裕豐呢個招牌係爸爸白手興家一路做落嚟，佢想盡可能將爸爸嘅心血保存落去。當然佢都唔知自己仲可以堅持幾耐，但佢都希望為咗一班同事可以繼續堅持，因為如果一散就真係未必再揾得翻一班手勢咁好嘅同事。不過怡芳話就算自己好想保住佢哋都好，啲同事始終年紀都唔細，始終到最後都會一個一個退落嚟。換言之，怡芳想守住嘅其實唔單止一個招牌，
而係眼前呢一班人手上邊有住對工藝、判斷、細節執着嘅技工，呢啲嘢未必係外邊嘅人會識欣賞嘅嘢，但行內人都知道，真正有價值嘅其實係質素同埋經驗。喺睇完三位主角嘅故事之後，我諗大家對香港製衣嘅理解，再唔係單純一個抽象嘅歷史字眼，而一套仲勉強存在緊，但隨時可能會消失嘅工藝。而去到今次嘅第四位主角，我哋要講嘅就係呢個工藝入邊嘅一個未必最顯眼，但一旦冇咗就運行唔到嘅崗位。一間工廠固然有表層負責生產嘅人，但燙衫要有燙板，燙布要有燙台、燙布、燙氈，車間要有配套，工序要有工具，甚至連一件衫最後可以平平整整、成形成樣咁樣離開工廠，背後嗰啲機器、器具、配套，究竟由邊個去裝、邊個去整、邊個去保養、邊個去確保成條線係真係喐得到？背後其實仲有另一批平時幾乎冇人會提起，另一班熟手嘅人嚟處理。而我哋第四位主角嚟自俊茂製衣設備嘅蔡師傅，做嘅就係呢一類工作。俊茂製衣設備其實喺正我哋 studio 樓下，係一個好細唔多起眼嘅鋪位。平時我哋喺整衫上邊有啲咩需要，都會直接落樓下揾佢哋問。就好似我哋嘅時裝設計師 Murphy 嘅工作空間入邊嘅裁床、燙床同埋鏡，都係俊茂幫我哋整出嚟。咁所以當我哋去揾蔡師傅傾佢嘅故事嘅時候，其實都已經覺得好有意思。而佢就講到一開始佢哋所做嘅，其實就係毛衫廠用嘅燙板。燙板呢兩個字，我相信對大部分人嚟講都應該係幾陌生嘅。但如果你知道毛衫喺洗完之後會縮埋一嚿，而工廠要靠一塊跟翻本身件衫嘅廓形做出嚟嘅板嚟將整件衫重新燙翻成型，你就會明白蔡師傅佢哋做嘅呢一樣嘢係一啲都唔邊緣。雖然唔係啲表面你可以睇得到嘅嘢，但成件衫最後可以以一個整齊平順似翻件衫嘅樣出廠，背後要靠嘅正正就係佢哋所做嘅燙板。而呢門手藝之所以存在，本身就係同香港製衣最旺盛嘅嗰段時間有直接關係。蔡師傅就講話，當年香港嘅毛衫廠實在旺到不得之了，旺到佢哋幾兄弟做到11、12點都做唔完。喺嗰個年代，大陸仲未開放，生產大量集中晒喺香港，本地工廠唔單止係需要工人，亦都需要大量嘅呢啲配套加工，即係唔淨止係製衣廠有錢賺，連燙板、燙布配套、設備器材呢啲平時好少人留意嘅位，都可以做到風生水起。而蔡師傅自己入行嘅故事，又係另一個好典型嘅香港工業故事。蔡師傅現年70有5，而講翻自己第一次接觸呢門手藝嗰陣，就講翻到去60年代尾，當時佢都只不過係15、16歲，而嗰陣時係家庭式作業。呢4個字同黃小姐嗰邊又有一種暗暗呼應，再次講出咗香港工業最初之所以咁深入民間，就係因為好多工廠作業本身就係以家庭為單位嘅家庭式小工作坊，咁所以香港工業本身就係紮根喺平民生活嘅社區同埋徙置區。而最得意嘅就係蔡師傅呢門手藝一開始甚至唔係為咗製衣而存在。蔡師傅嘅爸爸原本係做樂器維修嘅，例如幫人整下古箏啊、琵琶啊、二胡之類。之所以點解會轉晒去做燙板呢？就係因為有咁嘅需求，就自然因為生計要做另一門手藝。蔡師傅就講到，其實做工藝嘅嘢都係一理通百理明，鋸邊塊木都係用同一把鋸去鋸，只不過係要求唔同，所以就只要順應要求，一路做一路改，就自然可以做得到。呢種一路做一路改，其實都係一種幾典型嘅香港式工業知識。而當你將呢一切放翻喺當年嘅環境入面，你就會更加明白點解蔡師傅對香港製衣高峰期會記得咁清楚，因為嗰個世界真係大到唔需要睇經濟數字都睇得到。蔡師傅話當時你淨係企喺新蒲崗、青山道、觀塘望住啲人流同埋工廠工作，你就會知道成件事有幾咁誇張。佢講到當年淨係毛衫廠都起碼有過千甚至2000幾間，一棟工廈可以有成10幾間。除規模較大嗰啲之外，仲有好多幾百尺家庭式樓上工場，拉幾部機就開工。佢用一句說話去總結當時嘅香港工業就係全民皆兵，係成個城市都被勞動佔據住。工廠區一到咗食飯又或者翻工放工時間，人多過車，人都趕時間爭位食飯。香港工業最旺嗰陣，唔淨只係出口數字好睇，而係整座城市都係因為工業而運作緊，勞動密度高度，你淨係企喺街上面都感覺得到。
而當出口市場一旺，整條生產線嘅需求就當然會被推高啦。美國、歐洲、當時嘅蘇聯，尤其係寒冷地方，需要大量嘅羊毛針織衫，咁所以當時做一個款係可以做成幾十萬件。而當咁大量嘅貨不停咁出口，受惠嘅就唔淨係得製衣廠，仲有紐扣、膠袋、燙機、燙台、配件、設備，全部配套供應都一齊旺。即係話香港製衣最風光嘅年代，其實一整個龐大工業網絡一齊運作，一齊賺錢。到後嚟中國改革開放，港資廠北上，成件事就開始進入另一個更加曖昧嘅階段。蔡師傅講到，當時好多貨嘅大部分工序其實喺大陸已經做咗7、8成，但因為外國市場仍然重視 Made in Hong Kong 呢個嘜頭，所以香港呢一邊都會保留一啲工序，保留一啲人手，等政府查廠嗰陣表面上都仲過得去，最後再喺香港完成一啲最後段嘅工序。佢甚至講話呢一樣嘢，某程度上可以話係做場戲，即係外國市場仍然重視香港呢個名，但撐起呢個名嘅實際生產基礎早已經開始鬆懈。而蔡師傅自己北上之後，亦都好快發現大陸嘅市場規模根本就唔係香港原本嘅嗰一套家庭式作業可以應付得到。以前喺香港做燙板、做配套範圍有限，大家都見慣見熟，但去到大陸，今日東莞要，聽日福建要，再之後可能整間廠幾十萬尺都要你幫佢鋪晒裁床、供應配件，咁佢哋一定做唔嚟。佢哋後來亦都開始慢慢咁變，由原本自己做成品，慢慢轉到去由賣原材料、做供應、做中間人。佢真正做落，好快就會發現，值錢嘅唔一定再係自己逐件做，而係睇你手上邊有冇人哋冇嘅材料同埋渠道。呢個亦都反映出當時香港好多從事工業嘅人，一路都唔係靜止咁等死，而係當時勢一變，就順住條新路行。去到再後來，當大陸成為咗世界工廠，香港嗰套工業邏輯就已經散得七七八八。當我哋問蔡師傅點解香港工業會搞成咁，佢就話表面上嚟睇，當然就係人工租金貴，但更核心嘅問題就係整個支撐系統就已經散晒，工人老嘅老，識做維修嘅人走嘅走，識整套工序嘅人亦都越嚟越少。工廠未必即刻會冇晒，但令到佢運轉得起嘅嗰一班人，一個一個咁退晒落嚟，到最後留得低嘅都只係得翻好似蔡師傅呢一種上咗年紀嘅人。雖然蔡師傅都分享咗好多唔同嘅過去俾我哋，但最令我印象深刻嘅就係當佢講到身份呢一樣嘢，佢就話以前周圍飛去揾生意，佢嘅 passport 上邊寫住係 British， 但自己明明又係黃皮膚華人，去英國大使館揾人幫手，人哋又話你係 Chinese； 去中國大使館揾人幫手，人哋又話你本 passport 寫嘅係 British。 嗰種感覺就好似香港人就係孤兒仔咁，永遠都會俾人欺負。對於蔡師傅嚟講，嗰種迷失並唔係抽象嘅身份問題，而係非常具體咁寫咗喺本護照上邊。香港人喺嗰陣時喺外邊做生意，睇落好似可以去到天涯海角，但心裏邊依然都係無依無靠。而某程度上，蔡師傅所講嘅呢種無根感，亦都同香港嘅唔同手藝好接近。人揾唔到安穩嘅位置，所擁有嘅技術亦都揾唔到可以長留嘅地方。香港曾經靠工業為世界所認識，亦都曾經靠住一批又一批願意做、願意捱、願意四周圍走嘅人，將我哋喺呢度生產嘅貨送出去，同時連同將我哋呢個地方嘅名帶出去。但時至今日，工廠就已經寥寥無幾，產業鏈幾乎都斷晒咁滯，連一門手藝要安穩咁留喺呢一度，都變成咗一件好困難嘅事。咁所以當蔡師傅藉住我哋問嘅問題講起匠人呢一樣嘢，佢亦都認為香港係冇可能做得到，唔係因為佢覺得香港冇人有咁好嘅手藝，而係蔡師傅認為匠人係需要有時代、有地方同埋有穩定嘅環境去承接住，先可以一代傳一代。日本係一個國家，做到呢一啲嘢其實係唔難嘅，但香港只不過一個城市，尋日係一班人管，今日又變咗另一班人，聽日可能會唔同，自自然然就會令到好多人都會當自己只不過係呢個城市嘅過客，咁你就好難將一門手藝慢慢沉澱成一個幾代相傳嘅匠人精神。嚟到呢度，我諗喺睇完4位主角故事之後，大家都應該會對香港製衣有一個比較清晰嘅理解。而呢4位主角俾大家睇到嘅，
唔單止係香港製衣業，仲有邊4個位置仍然存在，而係呢個產業係點樣由一張紙開始，去到做版、排期、生產、配套，仍然都仲堅持住。當然我呢度係篇幅有限，我只能夠抽取最核心嘅部分嚟講，但我都希望大家如果真係有興趣了解多啲嘅，可以去我哋 corner.com 上面嘅 narrative 欄目度睇翻訪談嘅全文，因為佢哋幾位都好完整咁剖白咗自己嘅心聲，我覺得係好值得大家去了解多啲，信息都當支持下我哋嘅嘢啊嘛。而喺我寫完呢4篇訪問之後，諗翻起自己做咗幾年香港製造，我反而開始覺得香港製業最值得珍惜嘅並唔係 Made in Hong Kong 呢4個字咁簡單，而係呢4個字背後所代表嘅脈絡。我哋呢個城市係曾經有過一整個咁複雜、咁密集，由每一對勞動嘅手守住嘅世界。雖然依家呢個世界就已經收縮咗好多，甚至好多呢個世界上面嘅嘢都已經消失咗，但至少嚟到依家都仲依然有人喺度堅持緊落去。無可否認嘅係，香港製衣業基本上冇可能翻到去以前最風光嘅嗰個年代，但我認為香港製衣業目前最重要嘅問題並唔係要翻到去以前，而係當我哋今日講 Made in Hong Kong 嗰陣，我哋有冇真正咁睇到呢4個字背後仲有啲咩人，佢哋喺邊一度，而佢哋又係點樣繼續承擔起呢個招牌，而我哋有冇為呢個城市保留住一種可以在地生產嘅選項呢？講到尾，今時今日香港製衣之所以仲未完全消失，唔係靠喺邊度他方見到一件香港製造嘅衫，然後就放上 Instagram 或者 Thread 上邊，亦都唔係靠大家口號式、情緒主導式嘅支持，而係靠住呢啲仲喺度守住嘅人。呢一班人未必會認為自己係守護緊歷史，亦都唔會將啲咩承傳啊、精神啊、文化掛喺嘴邊。其實只係簡單因為唔捨得，仲做到呢一種一啲都唔宏大、一啲都唔戲劇化嘅唔聲，先至令到我哋今日仲可以觸摸得到 Made in Hong Kong 嘅實體，而不至於只能夠將呢一樣嘢放喺回憶同埋歷史入面。除此之外，亦都要多謝真係有支持過 Made in Hong Kong 嘅你嘅自己，因為你哋嘅支持，先至令到 Made in Hong Kong 仲可以繼續行落去。而我諗呢樣嘢先係最值得被記住嘅嘢。今次就講住咁多先，唔知大家又對 Made in Hong Kong 有啲咩諗法呢？大家有冇屬於自己嘅香港製造故事啊？不妨留個言話俾我知啦。下次我就會同大家講埋呢個專題嘅下半部分，就係究竟目前喺香港營運緊嘅香港品牌係點樣掙扎緊。希望大家可以繼續多支持我哋啦。我係米迦，我哋下次見啦。